之前嗰個以光球形態嘅瑪麗小姐化為咗人形，外形同毛利塔好似。佢一路打電話，一路走向被掟走嘅瑪麗小姐。喂，你好，我係瑪麗，我而家就喺你面前啦。被掟走嘅瑪麗小姐嚇咗一跳。你係主人？邊個係你主人啊？我啱啱講咗啦，我係瑪麗。點會㗎？哼，上次我已經阻止你失敗咗，今次我係唔會再失敗㗎啦。咪住先，你一直都喺度阻止緊佢？係啊，小公主。上一次你傷到我，仲用我同主人珍貴嘅記憶嚟要挾我，仲將嗰個被許願要殺咗嘅女仔殺咗。今次你仲差啲殺埋小公主。相信你都知道，小公主對我哋呢啲顯現體嚟講有啲咩意義㗎啦。你仲夠膽傷佢，你都幾大膽㗎喎。講起上嚟，你嘅記憶都係嚟自於我嘅，你居然仲將嗰啲記憶當係你自己，你真係唔好玷污我同主人之間嘅記憶啊！我仲想講啲咩嘅時候，瞓低喺地下嘅瑪麗小姐就被光球嘅瑪麗小姐殺咗啦。我都幾驚訝，雖然見到瞓低咗嘅瑪麗小姐俾人殺咗係幾驚訝嘅，但係令我更驚訝嘅係，我居然見到同一個都市傳說嘅顯現體互相殘殺，呢一樣反而係我最估唔到㗎。呢個時候匿喺公仔裏邊嘅願魂好似得到解決一樣，無厘塔都默默顯現起嚟。見到真正屬於佢嘅瑪麗小姐，而家都算係一個乖細路，所以笑住咁消失，翻返入去公仔入邊啦。當我見到瞓低喺地下嘅瑪麗小姐，居然慢慢消失緊啊！我又即刻將呢一個惡靈收咗喺新做嘅公仔入邊，將佢封印住。呢個時候，爸爸同黑雪小姐都走咗出嚟啦。光球嘅瑪麗小姐已經默默咁走咗。我又將成件事話晒俾爸爸同埋黑雪小姐聽，佢哋都仲係有啲驚訝。睇嚟佢哋都係冇諗到都市傳說嘅顯現體唔止一個，而且係同一個都市傳說裏邊有2個或以上嘅顯現體。之後黑雪小姐同父母講咗呢件事已經解決咗之後，我同爸爸就準備返屋企啦。不過黑雪小姐仲係好堅持想同我做朋友，我都覺得好無奈啊。好啦，黑雪小姐，難得我哋2個同一日出世喎，你就應承我啦。呢一層啊，原來同沙織同一日出世嗰個係你嚟㗎。黑雪小姐點頭，我就無奈咁嘆住一口氣，只可以應承啦。我哋交換咗 blink 之後，總算係返到屋企啦。我將封印咗瑪麗小姐嘅公仔交咗俾爺爺進行超度，同埋放咗喺寺廟入邊。而公仔裏邊嘅願魂亦都被淨化，留咗喺我間房隔籬嗰間房入邊。呢一個係爺爺同爸爸特登為我準備嘅，哥哥佢哋自己都有各自一個好似咁樣自己封印同淨化願魂嘅寄宿物。因為我自細就好鍾意做公仔，所以爺爺同爸爸為我準備咗巫女訓練，就係封印惡靈、願魂等等喺個公仔入邊咁樣嘅訓練。咁當然啦，仲有祭典嘅時候嘅祈福舞蹈之類嗰啲嘢，我都有學嘅，其實都幾攰㗎。但係我並唔反感，所以都學得好快。自瑪麗小姐嘅事件結束咗之後，我都冇諗到呢一個就會係我收復都市傳說顯現體嘅開始。